在这条府东街上，隐藏着一间咖啡店。打开门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只的猫咪，这些猫咪都是浪猫。店长邱兆华在7年前从北部回到了台南，加入动保协会救治工作，而后感到救援速度不及收容安置，因缘际会之下，自己开店投入浪猫中途收容。做流浪猫中途这件事情之前，其实我本来是加入一个动保协会的，对，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协会里面服务的时候，有看到说我们协会救援的动物，其实有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收容的地方，然后会变成说把受伤动物带到动物医院治疗完之后就要原放走，那或者是假设说它是严重到没有办法原放回去的话，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比如说找网友出来安置它们，然后可是这安置的费用就是都要协会自己负担。然后那时候我上网找了很多人，那但是基本上像这种愿意去做安置动作的，坦白说，人也很少啦。对，就是网友，不多啊。然后所以后来会觉得说，不然我跳出来自己做中途看看。但是因为我不太会养狗，我不太懂怎么教育狗。然后猫的部分，我觉得，因为我们不用遛猫嘛，对，那就是只要准备好一个空间，然后就是可以去做一个安置。那我只要学习怎么去照顾它们的话，那有一些没有办法原放的猫，我们就可以做安置。那或者是有需要送养的猫，就是我们也可以暂时的收容，然后帮他们曝光到领养人。当初店长邱兆华瞒着双亲辞掉原本稳定的工作，导致父母亲并不谅解，但在店长的努力用心经营之下，被来店里的客人分享出去，这样的回馈也让父母的态度渐渐接受并转为支持。开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家人的反对声音就比较大，特别是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就是就是爷爷奶奶是开店的，所以他知道开店的那个辛苦。然后我爸爸妈妈跟我哥哥全部都是老师，都是教职员，然后他们会比较希望说，就是我不要做这么辛苦的工作，然后就是找比较稳定的工作。他辞掉工作那一段时间，他可能他也有很大的压力了，他有很大的压力。可是我们就是尽量的。那时候我真是蛮不谅解的啦。可是最后我也是把他放下了。他只要说实在的他只要能够心安，他能够快乐就够了。人的一生不是能够快乐就好了吗？他能够平安，能够快乐。每一次看到这些受到伤害的流浪动物，希望说呢，这些不喜欢流浪动物的这些人类，就算你不喜欢他们，请你也不要去伤害他们。他们在他们的生命中短短的时间，就让他们呢走完他们的一生，让他们很安静的离开。当然一开始爸妈是反对的状态，可是他们后来就是看到，就是在瞎聊猫咖啡的粉专，很多网友的一些正向的一些回馈，然后跟就是他们的一些鼓励，然后再加上我实际上真的帮助到蛮多的猫咪，就是不止进来我们店里面做中途的，或者是也有一些是比如说网友他希望我帮忙送养，然后我就是帮忙做网络上的媒合，然后媒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送养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一些就是成功领养的一些讯息出去，然后会得到蛮多大家的就是觉得很开心的一些回馈。对啊，那爸妈可能也是看了这一些东西，看久了之后，慢慢的就知道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然后再加上一些媒体报道，就是陆陆续续有几家媒体来报道，然后他可能就是
就是慢慢的就接受了这些事情，对，然后也觉得说，哦，好吧，就是，如果就是我就是女儿就是这么坚持要做这些事情，那后来其实说实在的，爸爸妈妈也，变得很支持我。他从照顾流浪狗，之后照顾流浪猫，就是猫狗都一致的。那因为我们也比较疼小孩，我们也不愿意他那么大的付出。严格讲起来是这种付出实在是，你如果不加以节制，会让他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说，我们尽我们的能力照顾流浪动物，我们不需要说照顾很多啦，因为你的确是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我们希望他收敛，因为要照顾你能力所能及的。对啊，他有在慢慢做，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陪着他长大，啊，也不希望他将来日子不好过，因为孩子喜欢，啊，因为我们疼孩子，所以我们就陪着他一直走下去吧。咖啡店原本位于东安路上，在2017年搬迁至府东街继续营业。店内的装潢设计是由店长邱兆华与朋友共同构想，让整个空间更贴近猫咪，因此感受到店长对猫咪的爱与责任。妈妈就开始有在帮我找房子，然后后来就是刚好因缘机会就找到这一间，然后这间是特别就是比较挑高，对，那我也很喜欢这边的刚好这个格局，因为我们可以把猫咪跟客人就是分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东安路的时候，我们少了这一个东西，就是会变成说有的客人他会去干扰到猫，对，那我们收容的流浪猫其实有一些是比较胆小的，然后如果说长期的被客人，也不是说骚扰，但是就是因为客人有时候真的会想要去摸它们，或者是就是会想要靠近它们。可是对于胆小的猫，我只要一靠近，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紧迫的压力。那所以后来刚好看到这个格局，我就很喜欢。那我们就是把挑高的楼层就是拆成2半，然后中间就是上面这边全部都是猫咪可以走动的一个环绕的一个空间。对，它是可以从这边这样子绕。对，那也可以，就是我们还多做了一个天空步道，让它可以直接这样子走过去。那这天空步道那时候我在做的时候，我们还有特别就是去测量，就是高度，就是让客人伸手不会去骚扰到猫，因为猫咪其实会在这边睡觉，就是它有好几只就是客人在下面用餐的时候，然后猫其实就在上面就这样就是趴着这样睡，然后大家都看着他们的肚皮，就觉得很疗愈，对吧？那可是我们就是故意设定这样的一个高度，就是让客人伸手也摸不到玻璃，对，那就是可以把客人跟猫咪的距离给拉开，但是又可以欣赏得到它们，那也可以保护到猫啊。可是因为空间的概念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我朋友室内设计师的专业了，所以他就特地帮我设计很像是柜子的一个，就是看起来很像柜子，然后可惜这是猫咪的跳台，它可以上去，这边这样可以这样跳上去，然后从这边下来，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做一个小拉门，对，如果说就是我要防止猫咪跑就是上去的话，我还可以这边可以关，对，那它们就是还会再从这边再出去，这边猫砂盆就摆在外面。那时候我刚搬进来就是福东街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请木工师傅帮我订了3座，就是隔离的猫间，然后这个空间超大，然后其实主要的用意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说我们在做，因为有些中途它是只收亲人的猫，但是我基本上我是有需要帮忙的话，我都会处理，而且我自己也知道说，我们有时候诱捕的猫它不够亲人的话，我们是需要一点时间跟它培养感情。
然后，但是如果是关在笼子里面，你要跟它互动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就等于说我们是坐在地上，然后有点像就是会比较扭曲着身体，然后就是可以去陪它，然后会比较累啊。然后所以后来我才会特别去做独立的隔间，然后变成说我自己本人。就是像这种不亲人的，我就可以自己进去里面，然后把我自己关在里面，然后去陪他。店长邱兆华经营咖啡店已将近7年多的时间，每只浪猫都是由他亲自取名。到目前为止，店里有10多只的浪猫，收容大多是重症伤残和慢性病的猫咪。花费的心力及费用可观，但是他依然很有耐心及细心的每天照料着猫咪们。这个是马可，这是我目前照顾，应该是说近期照顾花比较多心力的猫咪在它身上。那它是也是动保协会，就是我现在服务的这个协会，它在去年1月31号。救援的，在永康救援的，然后他本来那时候大腿那边就有一块很大的一个撕裂伤，对。但是我们做救援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不讨论说就是他那个伤口到底怎么来的，我们只管后续的治疗，怎么治疗。其实，在换药的过程，其实它是会痛的，因为伤口在感染的状况下，其实你碰它是会痛的。那我们在它其实每天或是每2天换药一次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很暴躁，然后很痛的一个状态下去进行。然后坦白说，它的在医疗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真的很辛苦。光我自己在照顾的这段时间，我看它换药的过程，其实坦白说，它在那种尖叫，然后抵抗，然后一直到我们后来真的没有办法在不麻醉它的状况下进行换药，就是非得就是每次帮它换药就要镇定一次，然后你看它因为麻醉剂倒下去，然后再帮它换药，然后坦白说，其实它很辛苦，然后我们其实也很难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就是我们花这么多钱在这一只猫身上，就是有点神经病，对。但是我很难去讲那个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好，对啊，其实坦白说，那个就是饲主病啊，对。因为它来我家的话，那就变得很像是我的猫，所以我会变成说，就是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就是可能可以做的医疗我都要试，对，我不想要放弃，我不想要就是以后有后悔，对，就是觉得说啊，我以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有这么好的医生，可是他在北部，那对，但是我没有去尝试，对啊，我怕我会后悔，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一直试试看。那比如说像索性，它虽然是断在腰椎的地方，然后可是它也断得很彻底。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应该说我们一开始有点想要把索性安乐掉。对，在我们还不知道说索性它是亲人的猫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把它安乐掉，因为我觉得我的扣打已经用满了。那时候我手上已经有3只瘫痪猫。然后我觉得我在照顾4只瘫痪猫，我觉得我体力上负荷不来，因为我还有马可要顾啊，然后春米也要打皮下点滴，就是它的肾衰竭的状况我也在处理啊。那还有其他的猫咪都有各自的状况。我那时候本来是觉得说，如果它是不亲人的，那我们就把它安乐掉。结果没有想到说，就是那时候所有的医生啊，一开始的医生大家都说就是直接安乐掉，因为它没有治疗的可能性了。然后，可是后来因为索性真的是太撒娇，他就是对着医生也撒娇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很不忍心，就最后又把他留下。索性算是有点像是我近期硬接下来的啦，就是他是有点超出我的能力了。可是
因为它太亲人，然后我们也舍不得做安乐死这个决定，然后所以就把它留在这里。其实可以特写它的那个，就是它的断处，它断处超明显，这边会有一个突出物。来到店里，坐下来喝杯咖啡，吃个甜点，轻松惬意的与朋友聊聊天、看书，或者是静静的看着浪猫们走动，也是一种疗愈享受。因为男朋友跟就是小鸟猫的店长是国中的同学，对，那因为我们想说待在北部也待久了，所以我们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南部的小孩，所以我们也想要就是可能搬下来，也许离家比较近，然后也开一家小店这样子。那我们也会把盈余的20%提拨出来，帮助就是店里需要。也许医疗上他们需要的一些金额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不定期也会有，像是节庆的礼盒，或者是大家可能来这边消费的话，我们其实也算是支持我们跟支持小聊猫，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这边，也许来这边喝杯咖啡啊，然后吃个小点心这样子。那有些可能是外地的朋友，他没有办法过来这边的话，那也可以就是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者是 IG 上面，我们不定期也会有相关的活动，对，那也是算是就是对我们的支持，然后也有出一份小力量来帮助他们。就是想要领养猫的话，基本上我都是跟他们说看我们网络的资讯。我如果有带送养的猫，我就会发照片在粉丝专页。然后我们基本上，送养的条件其实，我们会先填写一份那个简单的领养问卷。那我会先要知道说你的年纪啊，那你的职业、你的工作时间跟你大约的薪水。对，然后我比较在意的是，你对猫的饲养方式，你有没有先爬过文、做过功课，然后你接不接受就是我们的辅导？因为如果说你是新手的话，我觉得新手养猫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你要知道，你要先知道一些养猫的知识，然后才去带这只动物回家，这样对这只动物才是一个保障。对，那如果说，你愿意接受我们的辅导的话，我们都会做事先就是领养前的辅导。那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辅导，就是你又是新手，然后或者说你是有刻板印象的一个养猫的观念的话，那可能那又不是我们的那个就是理想的对象的话，那可能就没有缘分。对，那另外再来就是我们要求也要做家访。对，就是领养之前，我们一定要去你们家看过一次。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看你的住家环境有没有安全，就是安全措施你做的有没有足。对，就是因为我们最怕就是猫咪自己开纱门、开纱窗。对，然后所以我们会特别去要求说，就是猫的防护、安全防护部分就是要做完。那我们去家访主要也是检查这部分。对。如果说真的是，比如说外县市或者是太偏远，就是比如说我骑摩托车骑不到的地方的话，就会用视讯的家访方式。许多爱猫爱狗人士透由网络的讯息与店长联系，领养了猫咪，也让可爱的浪猫有个温暖能够度过余生的家。因为之前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有在 follow 他们的粉专，那知道他们有做猫咪中途这一块这样子。然后回台南之后，因为我的狗狗刚好去世，然后就有一直在看是要领养猫咪或者是狗狗这样子。然后香浪猫咖啡这个是因为那时候瑞瑞小时候实在是太皮了。然后那个李拉斯妈妈实在是忙不过来，她就有在脸书就是求救说，快点谁来去把她带回来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就是看到这个文章，我们就看一看，就说，我们来去看看它好了。因为在看它之前，我们已经去看过别的猫咪，不过都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们一去一看它就，那就是就
就它了。对，我们就没有任何意义，就它。然后另外一个雅雅是我们本来要领养另外一只欧熊，就很可爱的宾士猫。不过后来那个欧熊本来是有认养的，那我们就刚好说，那雅雅跟它有可以玩在一起，我们就想说，那就2个一起带回来。我觉得不管是猫咪或者是狗狗中途啊，其实都非常的累，然后甚至也遭受到很多很异样，或者是甚至也有可能被排挤，邻居啦，或者是家人的不谅解。因为你不但要付出很多的心力，也要付出很多的金钱，尤其是钱，看一次的医疗费用都是非常的贵。那时候我知道这个老板娘，就是我在看她脸书的时候，我就非常敬佩她，因为年纪应该也相仿，但是她就是可以整个就是投入，甚至把自己的钱都花到快花光了。对啊，我觉得就是非常佩服她。一开始其实都是透过 FB， 那就是我本身就是很爱猫，那就是常常就是会浏览一些 FB 的一些分享讯息。那其实，在偶然的机会下，就有关注到店长的那个咖啡厅，对，那也从 FB 的内容里面也知道说他对于中途照顾这一块他很有心。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简单，很伟大啦，因为他都是就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这样子细心的呵护关照，而且他收留下来的猫，有的还是那种半残猫、半瘫的，我觉得那种精神我更让我钦佩。其实我觉得呢，像我都会跟朋友分享说，我这房子如果没有猫，我整个房子的灵魂都没有了。对，他们才是我家的主人，那我就是猫奴才这样子。那猫咪给我就是一个就是不离不弃的家人吧，因为我觉得真的少了他们，我觉得你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猫咪，对，所以就现在就是实现愿望啦，然后自己的房子，然后把它设计成猫咪喜欢的样子，然后看他们开心的玩，然后吃饱睡好，我就很开心了。对，就他们是我的家人。我们一开始介入就是流浪动物，就是我们是希望说街上如果说有人领养的话，就可以少一只流浪动物。我们坦白说一开始出自于因为觉得心疼啊，心疼他们在外面流浪，然后有一餐没一餐的，对，那可以帮他找一个家的话，会觉得很开心。可是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份，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责任，然后一个任务那种感觉。我接到这个案子，然后我把它治疗好，然后把它从脏的样子，然后弄得干干净净的样子，然后到帮他做完健康检查，然后打过预防针，然后再帮他筛选一个懂得养猫的人，然后家里的环境也很舒适、很漂亮，然后经济状况也很好，然后安全措施都有做的一个好的领养家庭，然后把它安全的送到那个位置去，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再观察，就是再观察，就是辅导观察几周，然后确定说这猫咪已经适应在领养人家了，那我就觉得好，我这个案子这个责任可以